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今年是轮到中国的上海主办，本地9月25就要起稿，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早起宣布讲要延期。那也就质疑讲，敢是中央在刁难？副市长林奕华是强调讲，伊尊重政府会继续协调。陆委会是表示讲，伊民事互本地按算今仔就发出签证，伊嘛感觉真意外、真遗憾。原本9月25到27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，台北市府煞伫自治透早紧急发出声明，表示需要搁较周全准备，决定延期。副市长林奕华证实，延后举办较时间2份合作备忘录的3方参详关系。那大家也知道，这个磋商是包括台北市要跟中央部会，还有跟上海方，不一定是陆委会。然后另外，但分论坛的部分也是有些细节呢，我们都觉得还不够的完备了哈。国民党台北市机关将会馆开第一场，将目标对准中央讲调南两岸交流。合作备忘录其实也是为了促进两岸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治理而已啊，不影响任何的国家安全。但直至现在为止，中央政府还是迟迟对内容没有确定。单委员、议员的资料到底是哪来的？他好像什么时候变成市政府的发言人？我们也呼吁市政府在 MOU 的内容，不是你签订完才送来市议会，应该是你要在这个签订前，那拟定完应该也要送到市议会来让议员来监督。台北市府进程一直无讲正式的举办日期，不过伫9月11日向陆委会提出申请，照惯例审查差不多需要2礼拜时间。也同时伫10日通知媒体行前准备工作，这份临时法庭被点名技术性调查，陆委会也出面澄清。到上个礼拜五，大家都应该已经初步都达成共识了。那本来想说应该会很顺利，今天本来是移民署就已经要发证，让他们全团都可以去了。所以我们也有点意外，那也有点遗憾。被看做是目前两岸为一贯方正式的互动交流平台的双城论坛，为2010年到即马连续14年无断过。陆委会表示，一直拢是扮演协助的角色，但台北市府重新搁申请，也赶快积极协调甲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